经到咱备办咱大家心来做咱第一场咱的第一个礼拜，大声来请奏乐。宣调，摇花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这宣大，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灵。这是咱三个做伙来吟圣诗，吟圣诗第18首。我心阿乐上帝，自然永活的爸，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心阿乐上帝，自然永活的天地万有三角印象，阿乐伊大尊名，笑马长风追转，强强打开宽爽。天命已大，万灵应光，因爱公义交织。我心阿乐上帝，世间情人的爸，空中飞鸟吟诗出声，阿乐伊大尊名。我心阿乐上帝，你的本对一家，虽然派代将士忠义，望伊稳当得胜，幸福应到地上，那尊天地真有。天的教会下做一个，阳光归地上帝。请议员徛地，用四道圣经三角来告别咱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使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圣中搁活。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即摆请坐。这是咱三角做伙要来启用30篇，启文30篇，诗篇120篇。咱三角来启用。我举头看山，
我的帮赞对叨位来？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者袂倒眠，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阴影，在保守你。日时日头袂伤你，暝时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各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是咱三角做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满心感谢俄罗你，自当伫清早时，阮的到日殿中，阮就要献上阮的俄罗，阮的赞美，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上帝。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王，因为你敢是万王的王，你也是万主的主。主，你也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你也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你也是以便以谢的上帝。阮活咧，阮拢要来学乐你；阮若废去，拢要来学乐你。因为你是配得阮来学乐甲称颂的。主，阮感谢你，伫这个圣的主日，你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即群受恩的囝儿，搁较有即个机会，会当到主你的殿中。我三个做伙才来聚会来敬拜学乐你，主，阮是何等会有福分的人，因为阮知，阮若倚靠你的，阮是等于是有福气的。主，阮多谢你，互阮有即等的福分。主，感谢你，互阮伫过去的时日，依然保守阮逐人一切，拢会当顺遂平安。主，阮也献上阮的感谢。主，兼差有时阮若得到这会稳定。往往拢会袂记讲，认为是家己的一切拢是努力的，总阮不知影，伫这有意无意当中，阮依然常常来犯罪伫你的面前，求你来怜悯，求你的保护来洗清阮伫你面前所犯一切的罪过。但伫今早起，阮会当为你搁组织伫遮，恳求你的圣神即时降临伫这个会场的当中，你的圣神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当中，特别求你亲自来告我伫阮的执长老的当中，互今仔伫遮要甲阮分享的对嘴所讲的道理，会当真正会当感动，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逐人会当行伫主你真的道理上。主，阮感谢你，阮来将今仔日这场的聚会的时间，已经完全交到向望，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来报告，注意圣工的安排，咱请咱所有侍奉的同工，咱来留意咱家己所要侍奉的事工。我会接来报告消息。本会消息，今仔主日是总会所定玉神奉献的主日，该有派视频长老，就是咱现任玉山慈人医院的总务长，来要本会讲道请安甲募款，毋望咱兄弟姊妹，咱会当踊跃来奉献，甲献上咱的代祷。第二，本主日是2013年圣神降临节。下晡3点，伫高雄灵粮堂有举行420降临节联合祈祷会，欢迎兄弟姊妹，咱会当踊跃参加。如果咱也是需要要坐车的，请咱的兄弟姊妹伫下晡2点半伫教会集合来出发，互咱会当同心合意，迫切的祈祷来兴旺福音。第三。本会即礼拜拜六的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咱本来的例行的拜六的探访，因为有台南嘉义教会牧长、牧师长职要来拜访，所以咱有暂停一届。第四，日会读经的聚会定伫6月初3，上午8点到下晡2点，伫敬拜中心举办，内容是创世纪甲出来入记，
欢迎咱兄弟来踊跃参加。下礼拜是圣公圣人院的奉献主日，伫该院有派陈吉祥牧师前来要本会讲道甲募款，请兄弟准备心来奉献甲代祷。本会定伫6月初4甲10月2个周的主日下晡3点到6点，伫教会副堂有举办幸福讲座，敬请咱幸福你着邀请要做伙来参加。请区长伫6月初进前，咱会证咱的名单了办公室来报名。第7，6月初4暗上8点，要伫3楼会议室召开6月份的定期的中执会，请全体中执出席，东港甲机务首长会当入席。第8，第6月初10拜六暗上6点到9点半，咱有特别有邀请韩国宣教师小金牧师夫妇，这也是咱真熟悉的夫妇，前来敬拜中心带领青年祈祷特会。这若是一场专为着咱少年年轻人伫遐开设的祈祷会尔，搁较是一场咱做伙要带的这个世代咱青少年的祈祷会。望会当邀请咱兄弟，咱做伙伫遐来参与，互咱做伙为着咱新的一代的领袖来兴起，甲进入命定来祈祷。就到本会定伫6月10日暗上8点，伫3楼图书室要召开小会，敬请各位小会员出席参加。本会定伫6月18第2场礼拜要举行洗礼式，所以东港的第2场、第3场、第4场拢是礼拜联合。咱若有要接受洗礼、更新礼、小仪洗礼，毋茫现即卖伫6月初8进前办公室来报名。如果咱若是要参加幸福小组的，咱就必须爱参加信仰个别的课程，大约有7点钟的课程。第10，本会定伫6月18中昼12点到下晡2点，伫教会副堂咱有举办新家人的 party， 参加的对象就是咱2023年新家人甲幸福副长、长老、小组长，咱毋茫伫6月10日进前，当办公室伫遐来报名。2023年幸福小组的国际演习会，看无记的，搁较关键的幸福能力，按伫8月28的12点到9点，8月29 9点到暗上7点，8月30再是9点到下晡5点，咱有要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嘅海音馆伫遐举办，费用是2500块。如果咱若是6月30进前报名是2000块。教会的补助办法，咱依照规定办公室伫遐提出申请，敬请小组长同工约办公室伫遐来报名。第13，111年度的捐献证明也已经开完毕，咱若有需要的兄弟到入办公室伫遐来索取。咱毋免讲一定爱拜六礼拜，咱周间也会当拜一，除了拜以外，周间会当到入办公室伫遐来索取。具体消息，教会伫遐办的真爱人的关怀协会，咱伫6月初上午10点到11点有举办快乐银华族的生活讲座，毋茫咱这相连兄弟会当参加，去抓咱的健保卡。第2，合作社消息，青年创业贷款专案利率年息是3%，你若年满20岁以上到45岁，咱这机会是到今年的11月30进前，额度若满嘛，就是暂止受理申请。所以毋茫讲，咱这迄个社员20岁到45岁有意愿贷款的，合作社切顺办理。这是一个咱这个机会，因真拢一直审视所以这也互咱一个机会，毋茫咱青年会当伫合作社，你若是社员会当伫遐来贷款。以上报告。来倒一下，这是咱三甲来恭守上帝话。
也伫约书亚第3章第1节到17节。咱从第3章约书亚记第3章全章，按做伙咱显着咱来看。我来强读上帝话。天光，约书亚透早起来，甲以色列众人拢离开十亭，来到约旦，还未过去，就歇伫遐听候过河。过3日，官长遍行营中，命令百姓讲：恁看见耶和华恁上帝的约柜，搁看见祭司利未人更伊的时，就离开恁的所在，来缀因的后面。总是恁甲约柜3里约略着牛2000条的远，毋通逼近伊，互恁知所着行的路，因为恁平时毋捌行即条路。约书亚对百姓讲：恁着家己圣洁，因为明仔日耶和华要伫恁中间行奇事。约书亚阁吩咐祭司讲：恁扛约柜起来，伫百姓的头前行。因就扛约柜起来，行伫百姓的头前。耶和华对约书亚讲：对今仔日起，我要互你伫以色列众人的目睭前做大，互因知我甲你伫地，亲像前甲摩西伫地一样。你着吩咐扛约柜的祭司讲：恁到约旦水边的时，着停脚伫约旦。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讲：恁群前来听耶和华恁上帝的话。约书亚阁讲：对安尼，恁通知我的上帝伫恁中间，要伫恁的头前赶着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加加撒人、阿摩利人、亚布斯人，看普天的主宰的约柜要伫恁的头前过去，入约旦。恁担着对以色列支派中经12人，每支派1个人，到扛普天的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因的脚徛伫约旦河的水。约旦河的水就是对顶面流落来的水，要炸断起来，徛起来规堆。百姓离开布边，要过约旦河的约旦的时，祭司就将约柜伫百姓的头前，伫收成的时，约旦的水常常搬过伊的岸，将约柜的到约旦，将约柜的祭司脚一个稳着水，迄个对顶面流落来的水就徛起来规堆，3里真远，伫撒拉旦边头的阿东城，迄个流伫阿拉巴海就是盐海。遐个水全然炸断，百姓就伫耶利哥的对面过去，将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伫约旦的大地定徛地。以色列众人拢对大地过去，直到百姓一尽过约旦。阿们，感谢上帝将迄话赏赐予咱。这是赞美，咱要请咱教会的妇女献歌队。我的
谢有圣国里带来真水的诗歌至圣的上帝听阮来祈祷。即时讲到要请咱玉神的总务长，咱的支长老，伊今仔所要甲咱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行过约旦河，咱请咱师长老。两兄做大平安。咱真欢喜玉山新南医，咱拢知是培育原住民的牧者的一个新南医。即马玉山新南医嘛是有咧培育像咱一般汉人的传教者做牧师所以玉山新南医即马是遮多元咱真欢喜玉山新南医即帮派朱执事毋是朱长老朱执事伫咱的中间来分享，咱先欢迎咱朱执事的分享。咱大家做伙压头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光荣，会使坐喺遮做伙敬拜服侍你。主啊，即时求你安静阮的心，拍开阮的心门，互阮讲的、甲听的，拢得到你满满的祝福。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真欢喜来到高雄，而且来到教会来甲大家分享，而且代表着玉山圣学院来到遮。高雄昨下暗是住伫阮某的阿嬷的厝，所以对我来讲，高雄应该是特别亲切的所在。我按学校负责是总务处，总务处是学校内底职员上济的单位，而且我嘛负责财务的主管，因为出入甲会计拢按总务处下骹。我当年也代表着学校对董事会提出财务的报表甲预算。而且我嘛是学校伫负责会馆，负责会馆的经营甲管理。这每一项代志对我来讲，拢真侪挑战，嘛足侪困难。其实我绝对毋是能力上好的迄位，而且我嘛感觉我毋是上贤的迄个，毋过我有上帝满满的祝福。我甚至感觉自细汉我到大汉，上帝拢会替我解决我拄着的代志。毋过时常伊所解决的方式，拢毋是照我所爱的。毋过伊总是有伊迄美好的旨意按伊内底。今日我要甲恁分享我甲玉神的故事，所以希望上帝美好的旨意嘛运行伫咱的中间。约旦河，伊代表是一个理想甲现实的界线。每一人的心中，其实嘛拢有一条约旦河，伊有可能决定着人甲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嘛是咱有当时人生无办法过去的一个坎。所以约旦河按现时会使代表着是一个困难，是一个挑战。按圣经内底出现着约旦河时阵，往往拢是一个危险的情跑。对亚伯拉罕进入到迦南地，就是约旦河的边仔开始。约旦河边仔就是战争不断，你争我夺，争土地，争自由，争水泉，争人权，甚至争尊严。到现主时，你若平开新闻，你嘛看会到约旦河边的飞弹是飞来飞去。所以通好讲，约旦河是一个真危险的所在。咱按圣经的诗篇内底安尼描写着约旦河，伊讲对敌要亲像狮，约旦河边的树林来起来，
攻击你坚固徛起的所在。按即款危险的所在，上帝一届搁一届拯救以色列人，会使平安渡过约旦河。所以约旦河乃代表是一个困难、一个挑战。我相信上帝嘛会带领咱平安渡过约旦河。今日的圣经记载伫约书亚记第3章第1节到第17节。这故事其实介简单。头前是伫准备要安怎过约旦河，真正过约旦河，其实无几句话就会使家己解说过去，就是约书亚领受到上帝的旨意了，就吩咐着扛约柜的祭司利未人，行伫众人的头前去过约旦河。当扛约柜的祭司利未人的骹一握着水。约旦河水就对顶面流落来的水全然结冻，徛起来规堆。以色列百姓就按这大地顶悬，隆重行过约旦河。这故事真简单，伊甲摩西过出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毋过即届是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百姓第一届上帝予伊的新者，上帝嘛借着即个新者去高举着约书亚的地位，嘛调着约书亚按以色列百姓顶悬领导者的地位。所以咱今日看到咱圣经顶安尼讲，耶和华对约书亚安尼讲。对今日开始，我要对你，我要予你按以色列众人的目睭前为大，予因知我甲你伫地，就亲像进前我甲摩西伫地一样。所以有当时咱若拄着约旦河时阵，嘛无的确完全是歹的。有当时上帝会正着咱要经过的约旦河来高举着咱，按这准备过约旦河。经文内底，我其实有3项要甲大家分享着。要安怎过约旦河呢？第一件要甲大家分享的，行过约旦河，第一个就是爱有耐心听候。摩西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按旷野生活40年，毋过伊无办法过约旦河，因为上帝毋应准伊，一直爱到伊即代的人拢总死去，一直到后一代约书亚才有办法带领着以色列人来过约旦河。所以要过约旦河是有上帝的时间，毋是照人的时间。既然是上帝的时间，咱只有耐心听候。第二件要甲大家分享的。爱过约旦河是爱达伫圣洁。咱的第5节，今日第5节，安尼讲，约书亚吩咐着以色列百姓，恁爱达伫圣洁。因为明仔耶和华要按你中间行伊奇妙的事。什么叫做圣洁？而且爱达伫圣洁，中文叫做自洁。按英文版内底圣洁，其实有3字。按咱的中文圣经内底，伊干那讲圣洁，毋过伊无特别用无共款的字来表达。按英文版内底，伊其实有3个无共款的字来表达着圣洁，一个叫 holy， 一个叫做 consecrate， 另外一个叫做sanctify， 这3字有啥物无共咧？第一个 holy， 名词叫 holiness， 伊其实圣洁代表着 holy， 代表着上帝。上帝本身就是圣洁的，伊无转变圣洁还是无圣洁的问题。上帝本身就是圣洁，所以咱时常有看到英文伫描写着上帝是讲时阵是安尼讲着，讲 My Holy Father
意思代表着我的圣洁的天父。第二个英文字叫做 consecrate。consecrate 其实伊的意思是代表着非圣洁的物件，甲伊转变做圣洁。我做一个譬如，今日咱听到咱妇女圣歌队唱甲足好的，歌声嘛足水的。我相信因平常伫唱歌时阵，就已经足好听的，而且你嘛足愿意甲恁的歌声甲别人做伙分享。毋过恁愿意开恁的时间去训练，搁再训练，搁练习，搁再练习，为着要将恁的歌声按做礼拜时阵，诚做芳芳的祭去献互上帝，甲你的歌声对平常的歌声转变成献互上帝芳芳的祭，即个过程就叫做 consecrate。吼，毋过问题来咯。若是讲圣歌队内底的人，有人平常生活无检点，我是比如尔啦吼，生活无检点，讲话拢凊彩讲，毋过伊今日甲遐水的歌声献互上帝，恁感觉上帝敢会介意咧？我想上帝应该嘛袂介意，甲你的心转化为上帝介意的模样。转变成上帝伊所欢喜的圣洁的样式，即个过程就叫做 sanctify。好，咱甲这三个圣洁的字，英文字甲合做伙，咱就知影圣洁的意思。圣洁的意思就是咱对心内、甲想的、甲讲出来的话、甲表现出来的行为，甚至你要奉献出来的钱，或者是你歌声，你要奉献出来的物件，拢是合伫主的心意。迄当阵，上帝自然而然会按恁中间行伊奇妙的事。上尾一项，第三项，要过约旦河需要的，就是爱去找找扛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除了有耐心，除了爱家己圣洁，第三个爱去找找扛约柜的祭司利未人。咱按第3节安尼讲，你有看见耶和华你的上主的约柜，佮看到祭司利未人扛伊的时，恁就离开恁的所在，缀伫伊的后面。咱安尼，咱就知，若对着祭司利未人的后面，咱要过约旦河，其实就真简单。对着因的骹步，就有办法一步一步来过约旦河。毋过，扛约柜的祭司利未人要去倒位找找咧？旧约圣经，约柜是代表着上帝的领导，代表着上帝。祭司利未人，伊是一群上帝特别拣选的人，毋是凊彩人会使摸着约柜，你嘛袂使用牛车、马车，甚至即马讲用车来载约柜。你若毋是祭司利未人，你摸着约柜时阵，拢会受着上帝大大的咒诅。除了扛约柜之外，祭司利未人逐年拢有一个像22节甲23节伊安尼讲，基督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教会是伊的身躯，安尼教会就成做耶稣基督，嘛成做现代的约柜。咱长老教会有一个信仰的精神，就是人人皆祭司，所以今日按在座称作基督徒的你甲我，拢成做扛约柜的祭司利未人。咱趁着即马，甲咱边仔的人讲一句讲：你是扛约柜的祭司利未人。所以，你若是当着约旦河，你只要找着愿意来到教会，
教会有足济光约柜的祭司利未人，听候着你，帮助你渡过约旦河。所以，咱一定会拄着人生中的约旦河。毋过，拢无要紧，你只要愿意来到教会，带着你圣洁的心，带着上帝所欢喜的模样，来到教会敬拜、服侍伊。上帝自然而然会按咱中间行伊奇妙的事。这奇妙的事，就是为咱备办着光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陪伴咱行过咱爱行过的约旦河。我进入到玉山神学院，差不多要10年啊。我入去到玉山神学院时阵，迄当阵是伫做会馆的主管，负责会馆的经营甲管理，一直做无半年，前院长突然甲我叫去，叫我爱接这总务长。我心内足摇异的，因哪会找一个拄按国外转来无偌久来到玉山城院，按做无半年的人，都要接这总务长咧。毋过为着以后要按会馆要较好，较侪结连，而且嘛有介侪建设要做时阵，我就想讲好啦，我来接这总务长。毋过心内犹原犹豫，讲为虾米伊要找我做总务长咧？所以，毋管安怎，我就想讲做落去无要紧。一直到我做完总务长要2礼拜时阵，我才了解到为虾米伊要找我做总务长。恁敢知？因为找袂着人啦。这嘛会使解说为虾米我做总务长，搁爱兼职，因为找袂着人啦。为虾米找袂着人呢？因为当初是阮起的一个新的综合大楼，预算是1亿5千万，谁知影起完了，竟然超过3亿。无毋对，当年阮对院长一直到学生，阮拢足拍拼出来募款，毋对募到的钱进入到经常费都无够啊！即马加出一个综合大楼，毋知要安怎。所以，阮甲会使所耍的、会使用的、会使借的、会使募的，恁所想会到所有的办法，拢囥落去了后，竟然阁欠1亿外。所以，阮想要甲银行借钱，毋过无一间银行愿意借互一个财团法人甲宗教团体。到落尾，透过总会，因为总会有一间总会所属的台南信用合作社。因愿意借阮钱，毋过因敢若会使借阮6000万，因为这6000万是一个信用合作社会使借互一个财团法人相关的数目。毋过这6000万囥落去了后，连一半拢无够。阮募款会使一年来募，借问你欠厂商的钱，伊敢肯你一年来还咧？所以厂商开始想尽一切的办法，要学校讨钱。包括迄当阵介侪教会的牧师、长老，甚至立法委员、议员、政府官员，介侪人拢敲电话来到学校观察，甚至亲自来问学校到底是变啥物梦。迄当阵我有足侪代志、足侪建设爱去找院长，毋过院长一直拢无伫哩。问完秘书了，我才知影原来因为厂商讨钱讨甲伤过厉害啊！当厂商找袂到院长时阵，嘛伊拢找袂到所有主管，突然发觉到学校有一个新的总务长，因就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即个无效的新的总务长顶悬，因为毕竟迄当阵我才按美国转来时。我敢若转来台湾无半年，我哪有啥物办法咧？当因看破我的骹手了，我换来是因无情的咒骂、口舌甲侮辱。
我逐工爱用花莲市一直到阮礼仪坛遐上班，所以逐工我开车到学校上班时阵，我已经看到大楼的头前满满拢是人，拢是厂商，因为安那等我上班，其实毋是啦，来对我讨钱。我实在是心内足怨叹的。当伊发觉到无钱，迄天无钱入来时阵，我换来是因无情对我的侮辱甲口舌。我时常一个人坐喺阮大楼的楼顶的礼拜堂内底，对着十字架，伫问上帝讲：上帝啊，你爱千里迢迢甲我带转来台湾，来到玉山神学院啊，你到底是要我安怎？为什么我逐工爱受尽遮的侮辱甲口舌咧？毋过我犹原无啥物办法，一直到有一天，厂商实在是忍无可忍，因决定开始扭白布条，开始要抗议，甲阮综合大楼的会馆关起来。伊甚至联合起来，逼我签一个叫做还款同意书，因为要用这来法院来甲阮告。还款同意书，敢是一个总务长爱签的？毋是嘛？毋过伊完全找袂到任何一个人来去负责着即个代志，所以一个细细的总务长竟然去签迄还款同意书。我还会记哩签落去了后的无几工，转到厝里的人知影我签这同意书了后，最细汉到大汉，一个人轮流甲我骂。其实因骂我的意思，我介简单，是为着要担心我的前途。想讲我才转来尔，都无代无志去欠1亿外，因为学校迄当阵嘛无办法来还这钱，所以这状况下骹对细汉的骂甲大汉的，大汉的骂甲细汉的，我实在是挡袂牢。我就只好一个人徛着脚踏车，按花莲市的街仔头踅来踅去。一直踅到毋知去倒位时阵，拄我想到我迄当阵有一个唯一有一个联络的国小同学，伊伫开民宿，我就骑脚踏车开到徛到伊的民宿遐。拄好看到伊坐伫顶仔骹，伊看到我了后，看到我满面忧愁，伊就问我照你啥物情形。我就甲伊讲这所有的代志，伊就讲你袂晓去甲银行借钱吼，伊就讲我就甲伊解说。财团、法人、宗教团体去甲所有银行借钱，无一间插阮，一直到阮要甲台南新楼信用合作社借钱，落尾伊看我，我看伊，根本毋知要安怎才好。拄好伊电话响去，所以伊去处理伊的订单，我就一个人坐伊的顶仔骹，我嘛毋知过偌久，伊按内底行出来时阵。惊一着讲你哪阁坐喺遮？我就讲毋知要安怎才好。又讲伊想咧，就讲安尼好啊啦。我按手机成立一个群组，这个群组呢，甲阮对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大家所有按花莲做伙大汉的同学，拢总囥这个群组内底，看大家有啥物办法无？当一个同学一加入去这个群组了，我才知影，原来我所有的同学按花莲拢有一片的好名声，包括着花莲知名的店的头家、建设公司头家、律师、会计师、医生，阁有教授，所有你想会到的，竟然拢按花莲有伊的名声。因会使替我做伙逼出一个按花莲在地银行去做高级主管的同学讲。你若无爱借玉山神学的钱，阮就无爱甲你做生意。阮就安尼借着钱啊！恁敢知影阮借着偌济？阮借着1亿2千万。这钱毋止创下着花莲贷款的天价。先讲花莲袂使甲高雄、台北比，花莲无人借遐侪钱，而且一个财团法人，一个宗教团体，而且嘛是一个商业银行，会使借予一个宗教团体上悬的数目。
感谢主，阮借着钱啊。毋过咱阁想转来一摆，一群人去逼这银行，讲无爱甲伊做生意，银行就肯借你钱吗？绝对无可能。毋过咱的上帝，咱信实的上帝，绝对毋止安尼尔。恁敢知影？阮借钱的前半年，其实花莲上大间的2间教会，嘛甲共一间银行借钱。第一间是花莲的美伦浸信会，因买一片土地8000万，要起伊第2间礼拜堂，甲银行用旧的礼拜堂借2000万做头期款，谁知影3个月内，甲这2000万还了，而且8000万拢到位。另外一间是花莲的博爱浸信会，伊起1亿的礼拜堂，起完了阁欠3-4千万，所甲因的礼拜堂摕去借钱，毋过钱落来啊，博爱浸信会拢无来摕，一直到元玉山新行伊要借钱的前1礼拜，银行才知影原来因无需要借钱啊，而且因的牧师阁拜托信徒毋通各为建堂来奉献啊。今日第3间教会，就是阮玉山新行伊要借钱，你若是即间银行借问恁借啊毋借？借，绝对借。不怪当钱落来时阵，阮银行做主管的同学，敢若讲一句话，伊对我讲一句话，就是你的上帝真正厉害，你的上帝真正厉害。咱的上帝是毋是真正厉害？咱的上帝真正厉害，但是对我来讲，上奇妙的事，其实是按对借着钱以后才开始。1亿2000万的贷款，一个月爱还偌济？遐济职员的薪水，加上学生的奖学金，大大小小的开销。阮竟然会使遐尼平安度过遐尼济年，除了感谢着上帝的恩典之外，我嘛要按遮特别感谢着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因为恁疼阮，就亲像耶稣基督对人的疼心，恁安尼疼阮，你对我长期以来的奉献、支持甲带导。互阮会使安尼平安度过遐尼济年，恁的支持，就亲像光约柜的祭司利未人，行伫阮的头前，本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互阮有机会安尼来后面一步一步来度过阮的约旦河。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恁是毋是当时拄着恁人生中的约旦河咧？丢惊遐，毋知要安怎时阵，毋免惊，毋免惊。希望今日我的故事，会使互恁对咱的上帝更较有信心，互咱知影，咱的上帝真正厉害。其实，真正足简单的。你只要愿意带着你虔诚的心来到教会敬拜伊、服侍伊，上帝自然而然会来咱中间行伊奇妙的事。这奇妙的事，都是按教会内底会陪伴着光约柜的祭司利未人，咱着对着伊的脚步，一定会使顺利行过咱拄着的约旦河。玉山新学院嘛是扮演着光约柜的祭司利未人的角色，阮带领着足侪原住民的教会勇敢向前，而且阮嘛是一个训练着祭司利未人的所在。一直到2030年，全部原住民的教会会欠至少200个原住民的团队。
200个是至少，所以即马所训练的祭司利未人是远远不够。我嘛希望阮的学生下摆以后会使成做一个好的牧者，以后因会使愿意扛起上帝的约柜，带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的疼心，去成做祭司利未人。当因有一天会使转到因牧会的所在、所属的所在时阵，因愿意带领着因的信徒去面对因爱面对的约旦河。所以，阮需要恁继续关怀甲支持。恁知影阮的欠缺，嘛知影阮的不足。希望恁会使继续成做阮的扛约柜的祭司利未人，互阮拄着的约旦河，河水会使徛起来规堆；拄着的困难会使全然结断。而且嘛拜托恁会使按阮拄着的约旦河中，定定徛着，来听候阮按约旦河的大地顶悬拢总过去时阵，而且听候阮会使平安顺利行过阮的约旦河。咱大家压头来祈祷。主啊，阮时常信心无够，时常毋知影你的旨意是啥，掠着阮家己的时间，成做你的时间，时常失去了耐心。主啊，求你坚强阮的信心，互阮知，你有你的时间来听候，耐心听候你为阮备办的头前的路。当阮有能力时阵，求你嘛，互阮成做会使扛约柜的祭司利未人，来去帮助着别人，为着要荣耀主你的名，为着要分享着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疼痛。我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多谢弟兄们所带来分享毋茫讲咱每一个人拢有人成做一个扛约柜的利未人。只是咱做来吟回应诗，圣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咱只是议员徛咧，咱为着几项事来公道。咱听第一事分享着玉山新南园因起造这个会馆，这过程中间，咱看伊信心真要紧。虽然约旦河会成做咱头前的阻碍甲困难，总是若有信心，上帝所行超过咱所求中所想。只是咱若为着咱的玉山新南园的目前的欠缺，咱若祈祷，咱若为着下晡，咱伫高雄林粮堂来举办城市祈祷会，即是感恩节城市祈祷会，咱来祈祷，希望咱三个兄弟踊跃参加，通过咱正人的祈祷，将咱所徛起、所意爱各样献予上帝，互上帝引带将咱所徛起的城市，咱也为着咱身体欠的兄弟来祈祷，愿上医治看顾。咱即时举起咱的双手，咱同心喊三声主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我哋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今日早起听见上帝主你这个第四次来到我的教会，听见玉山城的起造会馆的这过程中，虽望欠钱3亿外，总是上帝之人看做无可能的事，主你行神业奇事，互这个困难得到解决，得到帮助。主啊，愿献上阮的祈祷感谢。总是玉山城因目前因招募学生，目前因的金钱的欠缺。主啊，恳求你通过我正人兄弟的感动，互阮的三个奉献，互阮的金钱有信心来三个金啊！上帝你是互人保的主。主啊，我也为着阮的下晡圣神9年前城市祈祷会。祈祷，主啊，你圣神来感动阮多济兄弟来参与着下晡的圣神9年前的祈祷会。我用祈祷加上这段献予你，嘛用祈祷来交托予上帝。主，你将高雄这个城市，阮所听的城市，主你将高雄这个城市会让愈来愈进步，互高雄的百姓拢会让归向上帝，互高雄的百姓拢会让高举耶稣基督主你救恩的世界。主啊，你是阮主，阮的身体欠的兄弟，愿主你医治，互因的软者肉体得到医治，经历上帝主你的款待。愿上帝你是阮当然听祈祷，是阮听上帝。我很感谢你，今日早起你找见你所需要的工人第七事，来分享玉山城园起造会馆的过程。虽望前欠这工程费3亿外，上帝你所做的超过阮所求所想。伫人白白，伫上帝凡事拢会。伫目前虽然是困难，上帝你听因祈祷，你嘛听阮正人祈祷。主目前玉山城园有欠过经费甲学生，愿上帝你是阮呼召多济听使热心服侍主的少年人。特别是原住民部落的青年，会当献身服侍，成做上帝所需的路卜。哦，这原住民教会，拢兄弟拢得到优势帮助。主你也祝福阮下晡，阮下晡的城市祈祷，愿上帝你做工，通过阮的祈祷，将阮的所听的城市交托。阮也将阮的软者兄弟来交托你，特别是肉体中间的病痛。主你医治眷顾，互因经历上帝你医治的神业奇事，互因身体恢复健康，来见证主你是恩典天人的主。主愿同心将阮所祈祷的事项交托你，愿主你下落听阮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咱请这是当工来使用奉献。特别今仔是玉山新人园的主日，咱特别为着玉山新人园，头拄市长老有讲到伊本身伫遐所经历因的见证，咱的上帝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伫并无恶正的事，咱会当为着玉山新人园因所需要，咱这个经费，咱会当心伫遐来奉献。
兄弟姊妹，请起立，咱做伙来吟奉献诗。祝福妈妈上帝，我满心来感谢阿罗你，你是伫旷野开道路的上帝，你也结果伫沙漠开江河的上帝，你是阮的开力，你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为阮的帮助对倒来，阮的帮助是对伫耶和华你来，主啊，因为阮的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主，阮拢要来阿罗你，我们来称颂你，也感谢主，你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逐人有一个勇健的身躯，予阮有得火在的开力，予阮伫无共款的职场，伫遐来度无，但即点阮来奉献金钱伫你面前来回向上帝，你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所付出的即种的疼，因为你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关心，我要用这奉献来回应你对阮每一人的疼。主特别将玉山实验院因伫遐的需求一直完全交托你，因为你知因的欠缺，你知因的需要。求主你帮助施乐稳定满满伫因的当中，互因无拄着伫遐有真大的难题。主啊，互因伫遐会当搁特别会当培养搁做的传教者，会当真侪即台湾逐种特别伫阮原住民的部落因的祝福。主啊，感谢你，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这时，咱来祝册献397首。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遐祝，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这人三个伫地，对时到永世代无尽。请坐，咱第一场，咱的聚会，咱到这，愿邀我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